點解會生病呢？喺我自己嘅知識嘅領域裏邊呢，生病嘅原因大部分都係因為七情同埋六淫，仲有飲食方面，身心靈三種元素都係牽涉在內嘅。六淫呢就包括外界嘅因素啦，風寒暑濕燥火熱啦，而七情呢就係怒喜思悲恐憂驚。如果再微觀啲諗一下呢，我哋人嘅身體呢，不單止係一個純粹嘅肉體，係由一層層嘅能量啦同埋意識所組成嘅。情緒唔流動，身體唔健康嘅人呢，能量嘅流動就會失衡啦。因為能量嘅堵塞咧，令到你變得唔敏感啦，會有氣聚嘅情況出現啦。而情緒能量嘅抑壓咧，你睇落去好似無形，其實咧佢會喺你嘅能量場當中積聚噶。所有能量嘅堵塞咧，係需要透過唔同嘅方式啦，去將佢調翻走、調翻出嚟。能量如果向外釋放咧，咁就比較容易清理咯。如果能量係向內收，你係唔表達翻出嚟咧，佢就會變咗內聚噶啦。咁久而久之咧，就成為病啦，或者係腫瘤啦。